接着呢，我老大家分享今日第3种机器，用方言来讲是：你什么时候有空吗？乜嘅時間有閒冇？係講我哋老朋友啊，去約時間，又係講約看電影、約食飯，甚至大家可能會約公司叫下打電視，可能就問唔講，天光日有閒冇？下禮拜二有閒冇？呢隻機器，透過呢隻詞彙啦機器，啲平常生活地度天作用嘅多，都係用客話來用版型來講呢隻當生活嘅機器呢。平常大家日差唔多都講嘅多，來聽下來學一下。有閒冇？有閒冇？你有空嗎？你有空嗎？來看一下第一隻。天光日有閒冇？天光日有閒冇？你明天有空嗎？你明天有空嗎？第二隻，今晡日有閒冇？今晡日有閒冇？你今天有空嗎？你今天有空嗎？好，第三隻，下禮拜有閒冇？下禮拜有閒冇？你下週有空嗎？你下週有空嗎？讀我呢隻空格嘅部分，做啲填一次間愛講嘅時間，早晨有閒冇？當初有閒冇？晏晡頭有閒冇？都做得，透過嚟短劇去看一下，到底阿頭同阿珍兩三人啲傳統食飯主題，學到傳統嘅歷史以外，用版去用呢隻機嘅啲生活地圖做嚟講出材料。